司机。他阿婆啊，最近又买了游览车，哎，嘿啊，不给钱冲哎，真是行动 KTV，而且装潢很漂亮，KTV。你创来吼，个音响灭千好的来创。那年老已穷下过一生。妈妈是跟13年的峨眉山上凌晨3点半红冲啊，然后都11点吃午餐，然后哈煮3点嘛晚餐，5点睡觉。这样说你。老热倒你佢，老热向下來。大家好，阿馮志來，請啊，大家好。好，也要嚟到你流行歌曲組嘅波 V 爭霸賽，目前強係 V 面一關嘅字法。沒錯啊，哎，厲害，一管天天啊一！關天天，有實力就唔驚啦，係冇？實力強嘅一般我一等你留下來，我全部實力好啊！哎呀，看人大家一直對，今天又來了一個新的小妹妹，哎呀，不錯啊！年輕人好嗓音，很唱客家歌不差，讚哈！讚哈！等一下好好跟你聊一下哈，讚。你喺見眾嗎？你怎麼看起來有點？唐人是客家話嗎？唐人是哦，有些見眾。係啊，好啦，好，來接受評審先生。好，歡迎一家全先生。周碧先生、姚少奇先生、黃宇漢先生，好啦，好，馬上進行比賽。誒，歡迎新嘅朋友來咧，來自屏東內部賴皮鎮帶來玫瑰花香。哎呦，還有夾嘅鄉親呢？鄉親內部唔係有熟絲毛嗬？來。玫瑰花香，玫瑰花香，唱愛愛唔清晨意濃。做地夢，做地夢，唱愛向他跳舞好夢。玫瑰花香，玫瑰花香，愛愛咪是飄散朦朧。做地夢。做地夢，將愛愛數起來，永遠永時空。你記得非常好呀！你怎麼了？你很茫然嘅感覺。要18斤重。18斤重啊！18斤重，18。誒，南部客好省人講客嘅會講客嘅動多嗬。係啊，我想你客家狀態。像字法咪咁樣。可以啊，字法咪係啊，都係屏東嘅片啊。哦，人家屏東全部誒，今天是屏東相親會啊。親友線啊。係啊。
佢唔單槍喺屏東嘅鄉親哦，今日你客家天師台，哎呦，根本又來到長官嘞，長官又來咧，長官又來了哈，是巡查我們節目。今日來看巡儀啊，係。所以你跟他的感情比較不好。無強用鋪門的啦。哦，無強鋪門啊。哦，佢條都會頭前一兩時會來啦，後來就唔會來咧。哦，係啊。那看你們有多有耐心。對啊。對啊。係啊。你有冇想要來比賽？因為過少嘅時間，我其實有參加過那樣嘅海選。哎呀，哦，喺流行歌過少嘅時間。過少嘅時間。咩？上次幾年前嘅，啲？四年前。10年前。10年前。哦。啊，結果咧？結果嘅時間咩係清競總，然後上台又衝唔好，然後嘅時間冇選上，咁樣。哦。他係亞嘅暑假，我睇客家電視台實習，就從唐東當亞嘅節目。就想為韓式世界嘅設計圓夢，唔過有沒有繼續下去的？哦，所以一道夢會水啲冇？唔會，有其他嘢就係圓夢你都在給聽的事情。彼此時常給聽的。至少已經企到入舞台當中嘅啊。企到兩片就代表你下實現人夢想。對。係啊，嘅希望今日有好嘅成績咯。好吧哈，好，很挑戰亦困難的歌。所以你是因為想要來參加這個比賽，所以先來客家電視台實習？不是，我是我喺你來以後，然後當地係，人家同事，人家長官們係難來比啊，可以總巡儀，哎，你嘅隔壁嘅鋪門都有咧，我們不能輸，係冇，就派你出來。很棒啊！講真的，好想你很來參加了，很來唱客家歌，真的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從假拜以後，你就會更衝更好，從巡儀強用。人家較緊張啊，但是這種少女的感覺，我們節目很少。真的呢。第一次呢，係啊，第一次，係啊，咩黑啦咩。第一次有這種。桂花香，羅哥那樣，大家看都冇送。好，從這來唱，嘉孝老師恭喜哈。就是反映你來哈，他其實很可愛，這個筆。哎呀，你調下滿意哈。要唱的時候，我們叫說要不要啊一聲啊？摩打啦，所以但還是很緊張啊。對啊，都笑啦。真大宋啦，我是感覺哦，個嗓很好彈，個那個好可愛的聲音，很甜啊，好甜哦。我們老師都一聽，哇，這麼好聽的聲音，然後一唱啊，他從第一個音就啊，他不第一個，他一開始進歌的時間點就不太對，哈，給緊張哈，太緊張的啦，我是感覺哦，實在講，坦白講，按講太早了哈，我是講坦白那個來家哈，你聲音比較適合你的，從你看。還很緊張噶，哦，你就獻給較簡單嘅歌。講給你黑打，咁上，黑發。啊，那我們讓他試一下嘛，讓一下。也填給你頭髮好嗎？頭髮會唱嗎？不會吧？也填給你，來。也填給你頭髮，你頭髮。全部係唱嘅呢。如果你堂會給他上啊，給他上韓後堂，你那個子華都在那邊錯了，你沒發現？哎呦，沒有啊，意思講吼，你做你吼，你尋到你自己自己能夠掌控的歌，你要說我挺難的啦，對你來講挺難的，要緊張，你冇法都唱出來，聽大son啊，哈，我是真的覺得說他可以唱得很好，因為他歌呢聲出家吼。真的這種聲音就打遍天下無敵手。現在再找出來也很少能夠有這麼可愛的聲音。甜美啊。對呀。你就很適合像那個有沒有？是個男人幾個傻，
大哥戴那个陶晶莹晶莹剔透，有没有？哦，哎，就是那种感觉啊，你就听上他这种歌。嗓音甜对啊，的嗓音。那个这种我想到很多故事，像比如那个哆来咪哆来咪那个，对，然后对，那也是一样啊，就是反正多可爱这样，好不好？哆来咪。好，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等你哦，好不好？好，那还要看分数吗？会的。因为我怕你梦碎了，等一下。對啊，已經來衝咗熱夢嚟啊，你冇係要記飛張歌來就好了嘛，係啊。好了，來看一下。看一下賴皮整個分數。哎呦，60.5分啊。好，那就先回座休息哈。闭嘴哈，也可以哈，安子 C。哎，麦克風帶着回去坐着就可以了哈。你要不要坐到直滑板邊？嘿，認識一下90朋友。對呀。30幾台遊覽車，回屏東，他直接派遊覽車來載你回去。真的呢，哦。好啦，好，沙下來哈。沙來係古秋田帶來一生難求。好嘞，彈過啦。凉风吹来温柔，变成忧愁的怨雾。人走在心头，有为难无助。进退真两难，严风甘有心归途。情难断。做最久、资格最老的一位最资深的，妹，亲子成为 AV 了哈。系啊，一播用了以后呢，这个运动连续用嘞，做乜嘅？投入，动投入。哦，两个位有吗？故事系吗？没有，没有，怎么突然哭了？歌词，歌词你不会读冲动？对啊，歌词也是很感人。歌词有，刚刚有什么？歌什么词？歌词你不会读本感通连胸斗啦，系吗？对啦，歌词动感人啊。歌词那一段有没有？就是情字两条路啊，来认输啊，哈。该游船寸断容难亲嘛。哦，游船寸断。对。你看感情好丰沛。对啊，这样唱到就哭这样。哎呀，感人的歌曲啦。哎呀，唔攀的啦，迄两种心情吧。好来，从此来唱费欣赏公平哈。好嘞。秋天姐，欣赏好。其实根本那条是歌曲，唐雨聪，你唱的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你的声音哦，你知道你刚才唱前面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歌手陈美凤啊。为什么你知道？对，不是美凤姐，美凤，你听哦，是繁华，对，你看到美凤姐唱歌哦，她就是咱那是听到一个梦，然后温温暖暖的，也不会，就是她的那个
节奏点没有很清楚，然后全部都这样啊，懒懒慵懒慵懒。所以你听他唱歌就是舒服舒服的。我觉得你有一点这样的特质哎。我发现你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句子跟句子不会有比如说像对不对？像 Sally 唱歌就你听得到很清楚他的呼吸，然后子华就是他的段他的切很清楚，可是你不会。突然让我想到，这个到底像美凤姐，因为她唱歌软软绵绵的，你也听不太到她的中间的呼吸很大或怎么样，全部都连在一起，你真的有这个味道。但是你的嗓音又比美凤姐更扎实，我觉得这是你的特色，非常好的特色。但是我觉得你的低音也很好，所以你那个呢也可以唱得很好。然后高音是。我有时候很喜欢你高音的某个频率，好，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声音上的特质。我越听越觉得你的声音的特色非常的棒，对。但是也因为你自己个人习惯性这样，以至于你的歌很难在不同的歌曲里面，你会让自己跳出来。因为你的歌都绵绵的，所以你可能未来在选歌的时候，你选了这首歌练好之后，你要去想到哪些地方你可以去用怎么样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让自己跳出来，才不会这个。总之，我也很希望你可以有机会坐上去。抽这点真的是很棒。那怎么样让歌曲当中你能够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有漂亮的一个高音，好。一点都不会有压迫感，这个是非常棒，很厚实、很圆润又很漂亮。那低音也不错，但是怎么样在这些你安全的范围里面，你能够做一些什么？对。那我觉得你每一次挑，如果你挑的比较传统的歌，你就会唱的比较那样子。那你曾经你挑过某 Q 用的不同风格的歌，你可以变成那样子，但是。你再这样，你既然可以变成那样，那你如果在未来挑一个不是那么新的歌，但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不是那么让我们听到有一种很传统的那种唱法的话，我觉得就会跳出来。对，你可以去思考看看。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不错，今天我有被你感动到。好，谢谢先生。好，来，分布句来。欢迎顾秋婷嘅分数。不要哭了啦，跟你小孩讲。感通啊，感通啊。好，啊，撒下来。撒落去，从轩怡带来呜咕咕。好嘞，弹过来哦。一条花树径呀，秋叶用多金。他阿婆啊。最近又买了一台新的游览车。嘿啊，不给连冲呢，真是行动 KTV 而且装潢很漂亮 ，KTV。你创来吼，个音响灭清好的本来创。灭清好的啊。灭清好本冲哦。其他人做的一连冲嘛。国际的。其他人做的一连冲嘛。可以啊。可以开始啊，做的一连冲呢。专去屏东的时间去连冲。1、2、3，呼咕咕咕，梦到好把留在神堂，呼咕咕咕，梦到一世比在天堂，呼咕咕咕，梦到法律纠正法网，梦到书色彩月亮引地图，发黑云给梦，好把水黑云给梦，你是黑暗不呀，亮亮不给梦。
千万昨夜，千万昨梦境手经验，相同缘，几条风扬从家，好怕。 哎，两条歌的意思还唔错呢。嗯，其他不同的动进来跟吃菜嘞吼。对啊，对啊。有哪个关系耶？哦，他关系。你说你是慢热的。I 型人。对。没有。I 型哦。所以一开始的时间我拢无嘛个讲如何主动同大家打嘴鼓。敢不？敢不会？就是要聊天，开房啊！要聊天还是可以聊天的，但是我就是说给改告诉私人，那有改告有几笔可以提起这个勇气开口跟大家聊天这样。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不讲话，他也可以一直讲。那吃到周等呢？看你可以自己聊什么？好啦，开玩笑啦，跟表示讲进来进后嘛，嘿嘛 ，We are family 嘛。对啊，有两种感觉。对啊，就是跟大家庭一样。你看之前他们的感情多好啊。对啊，对啊，你看古球弟就跟妈妈一样，这样带领着你们这些小孩子，对吗？他要等孩子们全部毕业了，你才会毕业吧？对对对。真的就是大家都很温暖，就是大家都主动搭话，然后因为时间比赛建议啊，比赛比迄个先生嘛，我鼓励你，所以就知道哦，大家真的让我进步很多，这样。真的，哎，我跟你讲，以前的比赛哈，真的没有那么温暖。哦，真的哦。以前大家都很以前你讲看一只节目吗？对呀。哦，头摆，也头摆奖金较多。没差唔多，有较多一点嘞，较多一点嘞。他这个竞争心就被竞争心哦，那个得失心很重哎。现在没有，我发现哎，他搞那种感情从还有互相交流，哎呀，互相研究，哎，啊，唔好讲哦，藏私讲。欣赏咩嘿啊，时代下咩同掠条线索嘞，对对。搞几条样板冲会喊他好。对啊对啊。向下来学习。你在平推，他只来交流，荧幕方面嘛，嘿嘛，冲过啊用欢喜。越冲越好，对啊，正经诶，进步一度呢。对没？好来来。冲出来。像蛤蟆老师，是这个大概都冇轮到来讲呀。这个评审的部分哈，其实你在你这个心理底部哈，你的眼神动作哈，有动因者来后来狗 Q，而且你们希望在这个位置上面能够待久一点，甚至也不受到肯定，所以你在中国方式有改变的，哦，但是你在中国就是评审有时候讲到懂多的问题哈，你已经有在调整了。但对我来讲，就是我讲还冇共用的东西，就是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客家话发音有主音还有语音。你咕咕咕咕，那个单音可以啦。火把流转，闪荡咩闪荡，闪风。什么意思呢？讲就是你那个前面跟着婴儿声下来，那个档会不会才？那每一句的尾音要听一张诗啊，全部会按你的问题。那么意思呢，就是你很赶的哈，把它唱完了。哦。然后听一点，展现你的什么自信，还有轻快，还有律动。那其实你要动态问题来自哪里？就是因为你从按夹好，所以你那个频率哈，在这个喉，这个胸腔压系喉音，你规则声音会变呢，对吗？所以你会越冲越快，但同样的声音声线，你专业可能练习一下东西，以前都冇讲到，你丹田气很强哎，像我刚才的嘛，像那个在激情过后，张清芳啊，哎对，我靠，这么高的殊荣，我讲张清芳的声音不沙哑，然后她声音高频没有压喉音，她是内收音上音，内收音上去，那你的声音有那么高，但是你并没有拉到高音，那个意思呢？那个丹田率有7、8分，上来才2分半。那个意思呢，就是你过去的习惯就是根本没有用丹田唱，所以你等下根本没有出力，几场比赛都没出力。那你讲错吗？错，错哦，你有没有出力？没，第二个是保留实力。没，就是声线给耳朵的频率架构定在那边，给因为按因为它后堂。
他浪漫，比较可爱啦，那上线他某 Q 用，其实你错了，就你爱上某下中频以下，那个低频就更不要讲，你最专去练一件事情，就是大基发用音没好，就是最后倒数第2个字，比如闪风、恬荡、法宝。那个意思呢？你只要练1个字、2个字有哈低频的时候，你再来唱歌，我骗你，你的声音会比现在大1倍。而且那个频率已经快要到这个头腔、额头的共鸣，你的鼻腔上端抹松嘛，你的手把它拉起来，你回去试看看，捏下去，然后手拉起来就。念歌的时候，你手拉。在激情过后。那个，因为罗哥他是头腔共鸣的，吉娜姐也头腔共鸣，你还没上，你要版重音，你要必须用手势。那讲最重2点的一个进步，说第1点就是你语音要唱完。语音听1点就刚好，你那个丹田气没有上了，不是上不上去，而是你故意把它压住了。故意这样唱的，所以我希望你去做调整哈，因为我们也非常看好你的声线，就像我们第1位一样，第1位唱功没有你好，但稳定度没按好，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是潜力股。第一次紧张了，对，潜力股哈，因为你来按多拜啊哈，都要给你有机会弄功，就2点，你专一点哈，我相信哦，下一次成绩一定不是这个样，好不好？继续打拼，有跟嘉修老师吸油面子的地方，有听进去啊？有，好，要买吸油面纸，然后要举手，扶着墙壁这样。来，看一下给分数。看一下总云一个分数。92.5分，真的，最厉害了啊！恭喜啊！专一点戏哈，好，安子姐，好了，杀下来，杀落去，你小姨到来嗡。我哋弹过来哦。直到给你爱的都想爱表现，就从看守给童年。韩国发言反对大法给童年那个以前走出宽多嘞，当多给传言，你讲你相爱，所以在眼内，爱不爱想怪言，不想弄得费心传言。
卡通哎，那个 Enchantion 那个会魔法的那个吗？不是，有一个那个谁的莫安娜，对，有些穷，动作朋友跟你讲啊，真的哦，刚有当朋友一穷很有力量的女生，应该莫安娜。你现在除了唱歌，演戏、舞台剧，还有做嘛？我还打动斗的功。哎呦，你可以那样省翻吗？对，没是因为又是模特鲁嘛，没有工作，所以也需要一些打工来支持你的生活。哦，支持你的梦想哎呦。所以有在哪里打工？我有咖啡厅，有在豆花店，还有打电话到声音的供电话。打电话，这是一个不好说的啦，不好说。哎，你就是特殊的电话了。不是，就是让小朋友讲英文，讲日文呢。哎呦，How are you today? Wow, cool。哦，有一些从英文补习对老师啊，有还有线上就是电话通话，对，跟他们聊天那样，从沟通给他。聊天，有两种。这样是有算钱的呀？没有钱我干嘛去？真的就找你打电话聊天。哦，咖啡糖，还有发店，对，豆花店豆腐。豆花店在那边挖豆花这样。同时同时做那么多兼差那么多工作。就像比方说咖啡店的话，老板人非常好，因为他的兼职都 hire 是做表演工作的人。哦，对，因为他本身没黑吗？金黑，不过想要支持大家，所以就是有一个。你得清辛苦，对，就人家聊天就好了。对，所以很感谢，非常感谢。真的很有心呢，运气很好啊，同伙改手的同伙。真的希望你在这边真的好好的发展，然后被大众看到，对啊，先被客家电视台看到以后再被其他台或大众这样。今天的长官也是我以前的长官呢。真的吗？我长大的长官，有。你看年轻后啊，请问周一嘛，还嘛？就死动球的啦。你是钻石，一定会发光被看见。一定的。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好，冲水嘞，向一环欣赏。Sally， 嗨，要说狗曲哈。因为我跟云娜很熟嘛，所以我其实已经很习惯她的版本。但是我不得不说，今天你有让我吓到。杨栋哎，我快以为这首是你的歌了，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声音上的呈现，以及因为云娜很习惯唱音域非常广的歌曲，对，然后我觉得要把它唱成自己的味道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尽管今天可能有一些尾音啊没有处理好，或者是换气的时候有点小抢拍，或者是在最后那个跟乐团的搭配上没有对到，但是我觉得今天瑕不掩瑜，对，因为像就刚刚有说到嘛 ，You shining like a diamond。就是你真的正在，对你正在发光，对。然后我觉得你这次调整的这个唱法，新的唱法，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现在声线的一种表现方式。对，因为比起放，你要收这种唱法会更难，而且有时候其实那种你用收的呈现方式，反而能呈现出哇，这首歌它是多么的，就是它跟感情有关嘛？我在这边傻傻的等你，这样的，他是透过收的这个情绪。他有经验，你看。不是，都是有吧？我啦，没啦，不要讲。反正那时候在听这首歌，因为云娜唱的，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外放，往外的版本，但是你的是一个，我今天好像自己在家，我正在消化这个情绪的这个版本，对，所以我今天就是。完全是走一个，我想给你鼓励，对，所以本来很可惜，我想要再给你更高的分数，因为你知道，还是毕竟是比赛嘛，就是有一些小差错的地方，还是要稍稍的扣一点分。但是，那希望你继续加油啊！你要相信自己，要有自信，记得今天演出的这个感觉。对，好，谢谢。那分数应该不错哦，对哦，欢迎他哟，欢迎他李修一个分数。好。有几笔啊，有几笔啊！谢谢，什么？好，等下约下轮抽下杯就好。恭喜哦！要做穿自罚了哈。自罚嘿。自罚要冲一条法术机。哎呦，老歌嘿，后堂哦。
事情呀，求的用多情，人来出汗也细算，啊，本无相因心，啊，哥送我一条法丝巾，情似千金，俗人送的手嘅七杂事，万苦千秋不断情。一条法丝巾呀，求的用多情，人来出汗也细算，啊，本无相因心。阿哥送我一条法丝巾，情似千金，俗人送的手嘅七杂事，万苦千秋不断情。阿哥送我一条法丝巾，情似千金，俗人送的手嘅七杂事，万苦千秋不断情。见面了，哎呦，见面了。你还有让会 V 手做的练狗哎嘛？走嘛，我跟他讲，那个他阿婆啊，最近又买了一台新的游览车。嘿啊，不给连冲呢，真是行动 KTV 呢，而且装潢很漂亮，KTV 你创来吼，个音响灭清好的不爱创，灭清好的，清好不冲哦。啊，其他人做的一连冲嘛，高级的，其他人做的一连冲嘛，可以啊，可以哎，睇下做的一连冲呢，所以屏东的时间去连冲，也係會試來頭嘅。冇啦，啊冇，屏東嘅片，都好全部屏東嘅同錢啊。坐嗰啲嘛，嗰啲下衣。有人台總統座椅的嘛？我那個算是歐系的那種。歐系，一啥？首爾座椅43個。哦，那屬於比較窄的啦。哦，係哦，係哦。唔係講總統座椅。因為遊覽車有分三排椅的跟4排椅的。哦，有分4排椅哦，就兩個。國光號就是4排椅。你那個是3排，要偏都1排的，要2排的，要偏2排要2排。哦，那是核心客運。走。應該係樣。哎呦，以後呢，這邊買嘅啊，總按好影響不給連衝。係咪？阿婆用對難好啦。係啊。阿婆伊多歲？伊72歲。72歲。伊萬得做導遊呢。72歲還在做導遊。哦，真的哦。簡單呢。難怪佢好像要買一台遊覽車。因為從呀茶鹽分有分啦。迄鐵路吼無你愛鹹嘛。對。伊聽講有新的茶誒。啊，新的人較甘做。而家遊覽車有分年齡跟一刀9嘅做問題係嘛？差唔多5年後。5年左右做問題。溫新的。因為個遊覽車全部只有個長程的啊，較多嘛，係冇。唔像嗰啲被學教有冇？學教嘅。有5年內嘅審查，咱可以。漳州的，所以也做學生嘅時候。像校車嗰種係啊，哎呦，會見同阿婆聽書呢，做導遊呢，你厲害呢，就衝過就好了啊。衝過嘅啊，屯人下服務。倒茶，有順便買到東西冇？冇買東西哦。給另外工商的。哦，那會。唔是買入冊嘅，可以買。佢負責衝過就好了啦，係冇？誒，咩厲害呢？真厲害啊！阿婆最近哈，腰骨不舒服了。哎呦，係啊，用誒，就是太疲勞了。起跳腳咧，係啊，遊覽車。嘅啊，用嚟講啊。
从诶拿铁多诶，跟油过油3度。哦，哎，保养好保养嘞，颜色油嘞。最嘛有一块有一块多，我爱去照顾伊。哎呦，有好哦。伊摕干伊块嘛，因为伊迄同学介绍诶，伊摕块，唔会差。那医生真是唔会差。伊照顾演员讲阿婆嘅游览茶以后饭啊。应该都会记吧？无啦。你兄弟姊妹有一度诶？我两个姐姐，我最细。哦，最细哦。最咧来啊！我ลูกค้า伊咧来。以后食的啊。你姐姐咁有可能会食？冇可能啦。冇可能啦。冇可能。所以以后应该唔食嘅几率动态对不对？应该可以安尼讲。应该系安样。好了，冲突了哈。好，冲出来，请嘉秋老师公平一下。哎，执法。哎，老师好。哎，你好。今天哦，实在讲，你看到评审全部集合在一起在讨论对，讨论已久呢。嘿，因为今天哦，你要从比赛哦，尤其到最后你们2位哦，实在是很惊险这样哈。刚才其实讲惊险就是说，你的表现的都让我们吓一跳这样。那子华今天的情况呢，实在讲哦，唐豆不能。我满怀希望，想说啊，他都扯的，这下你赚到了。我心里是这样想，你一开口我就想完了。也不要给上亲后，子华给上13亲后。你要如果本来要亲13几痛，不过子华有个毛病，等于中国哦，就像几位老师说的，因为中国是一块一块，所以呢，这首歌曲本来是可以很柔软的唱共发哟，它不能共固嘛。唱功法扬出好嘞，你唔系就你条法术根就是不该将那个重音加到那个全部都快破掉的感觉，所以一个句子里面就有7、8个位置都会突然大到，你想强调的方式可以用很多方式表现，总得讲想会表现你是然后表得太长出然后断，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要功法你不能功法亲温柔啊。你不你冲国家是很不温柔，就是感觉阿哥生哎这条法术根这种感觉哈，这鬼哈亚术国就让我感觉哇，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技术，怎么会把一首这样的歌曲唱成这样？所以你的解读是不对的。来，冈博士，我希望你以后真的要很用心的，每一首歌要唱之前念一下，因为一首歌的。作者他有很多，我称为作者，我有很多的表情在里面，他不会只有强弱、跟厚薄这种而已，他有很多的表情在那个歌词里面，所以我希望以后念到你知道这个歌的内容，跟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后，张会做的工，很自然的把这首歌表达出来，而不是这样一强一弱，整个块状的出现哈。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里面呢有几个字的咬字哦，是在咬的不是太准确，也不太好哦。那我们要请蛤蟆老师来特别来针对这个来讲一下的。我先讲一下，就讲，因为一条发出给林老师那时给时间，他在录音的时候，我们老师他是和声，然后我有在现场，几个录音的。歌手都在，有特别讲呀诗啊，有特别讲，这种你屏东内埔发音哈，人讲南西烟全部中央。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前面哈，阿哥送妹一条发树根，那是一条，2条发是这条。所以基本上这个南西烟冲的一条，没2条，所以那个。离原唱的口齿的虽然发音有一点接近，但是意思没共用，所以你是唱错音，唱错字，没唱错音。然后比如说树根上面修电七杂诗，等这个字修电七杂诗料的诗，以前我们就问过老师了，你为什么用修电？我写就是按用一下啊，你要冲你就会冲修电啊，你是冲修电，修电哈。所以你也唔免难试验的问题。修电的，修电的，修电，里边的从修电，对，然后还有什么？弯顾浅求，咩弯顾浅求。所以这发音就是没难实现的问题，就是你那个咬字的方向错了。咩弯顾，
弯鼓。弯鼓。哎，对，没鼓跟鼓。古时候的鼓。是古时候的鼓，不是苦为鼓。所以你就要有西杂诗，又用边班八杂诗。事实上，就分数又本来扣下来，所以有点危险。所以没冲拱的问题，老师已经讲过冲拱的问题嘛，哈，那是咬字方向不对。那部分扣分哦。就做那个保卫是很危险的，所以分数用板我是不是很了解啦？那少宇我要特别建议一个东西，就你上台的时候，你等下给表现有嘛哈，你自己一直在收，然后你告诉自己高音已经快上不去了，对不对？你前面开了3分力，后面5分半，你跟你的声音落差那么大，你想要上也上不去。那就是一个心态嘛，你冲给国 Q 的时候，你想要杀又不敢杀，到后面发现不能杀了。那只好用喉音再拉，一拉我们耳机里面全部 pitch 都不准。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可惜，如果你们两个是综合版的话，一定可以出高手，未来明星又在你们两个身上。但是好，你们两个要互相学习一下。中调应用版哦，那子花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忘记，内埔的吸烟强跟我们。北部的4线腔是9成一样，要听清楚，9成一样。你发音敢某超个时间，你基本上是咬错字，咬错字。少宇要特别注意，就是你站在那个舞台上，松柏有拱勾，你分数拉很高嘛，对不对？你今天上一集有尝试去做突破，但是你放得很松嘛。你没有很拘谨，你像你后面这个，你声音觉得很好处理，因为对你的声音很熟悉嘛，很适合嘛，对不对？你却把它收下来不冲，两个都很可惜，谁会坐上那个位置还没唔低，所以可能要看一下，但是子华要特别注意，很危险，特别要紧紧一点，好。那两个就可以合体，可是有可能哦，借尸还魂一下，救西还魂。你要干嘛干？他讲有可能最近都在唱台语歌哦，所以咬字，我觉得真的很有差哦。老师哦，可能没有，你等下有时代喊张摸一下欣赏。你做的唱高一下欣赏，唱高用歌词啊，歌词念出来啊，每一家充点嘛。来，少宇来。我看他来看啊，那手牵手，看一下啊！你看大家感情好好，哎呦，看他来看一下字法跟分数。三姑六通哪好会买多件，就台北一间的啦。哎呦，哦，台北有一点哦。唔过唐讲陈太国啊，调来冲业的时间，读到几年。系啊，我读咧台北教吼，我读创业嘛吼，甲某马签哦，啊，看到我讲迄批货就该仓储啊，我就办公室嘛吼，我就看到伊见该要留下进发，有个该当家己啊吼，我就到该配伊，该见某该当家己咧，某签落卖咧，哎呦，去人办讲者，唔吧。该自备讲，咱一出啦，哎，用安好欢迎啊！投资你嘛，自备旁一帮团呢，哎呀，你讲哎。要来看一下字法跟分数。哇，有票数。报纸，基本平时欣赏3比欣赏同工，而且的跟讲都喊电影讲啊，想讲啊，拍台，应该会输的，可能个手艺要做创意的。咩唔怕，伊优秀吼，欣赏讲会记得，先签死抽中你的避免查宝贝。暂时停顿一下，可以用一关了哈，继续加油哦。好，你还年轻啊。多少人很痛苦？不比正8岁，上礼拜平分啊，故说根本强用系燕婷，关目前比
对，还有救官看东床啊，救礼拜。我继续评分哦，今每组都分高大下来，希望哈，今日同样有位新的参赛朋友，但是老朋友啦，老朋友，欢迎，好，等下好来同你唱歌，我比赛之前嚟介绍评审先生，好，欢迎林占英先生、李秋霞先生、崔生雄先生、陈敏珠先生。好嘞，然后 CV 先生介绍听呢哈，来，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咯。好，开始了。好了，好。今日嘅 TV 朋友喺來自桃園龍潭總分每帶來評判。大家當作是啊哈。真的呀，一会线的时间都无，他无大班。会线像阮以为凊彩做都是嘢，唔知嘢就一讲又苗条。食材帮我就等，我就木同工俩几等，到礼拜都真的哈，我来一好的对嘛哈，三副做到讲，有一顿食到，有一顿发壮，唱歌会开心，因为我们老人痴呆症，真的哦，推歌词，那种训练起感，唱啊，你係唱按到嗰個用感覺係有些老人痴呆症。唔會啦，你當你空從來練唱啊？哦，練唱啊！數幾冇法跳跳橋哦。哦，真的啊！數幾法叫穩講哦。真的啊，知道有醫學有考究過啊。因為太方便了嘛，冇聽筒也腦筋啊，係嘛？抖音不要滑太多。手音看實在，對，短影音不要滑太多。手機太多會痴呆哦。真的。你要多訓練啊，自家媽媽哦，看嘛其他東西哦，冇嘛事情自己請一下。多一個動作，加一隻訓練。現在真的要找東西、找資訊很快，你就 Google 一下，馬開就有嘅啊，咁厲害。係啊，像唔練唱歌23年呀。今年9年，25號，24年嘞。24年哦，24年。像高人來呀必須必到拜。就是好唱啊！我都做過假拜咧。反正500-600以上有嘅啦。哦，有啦。咁特別比到乜嘅成績？哦，前年3年前噶，嗰成績又較好一啲咧，唱到9數。哦喲，9條歌嘅，9管的意思就錯咧。運氣好啦，我知道有健唱健好咧。咩？因為夾個上煙熏上，煙熏上啊，所以。那張可是唐嘅時節唱有些音冇準。唔過後來健唱健好，真係有練習有差。當時忙練嘅哦，真係好。一下嘅聲音冇唱特別按辣哦，特別講辣哦，我別辣別辣嗰啲。但是呀，鐵色啦，鐵色啦。哦，啊，
冲突了，冲突来抢，咱欣赏公平哈。来分妹吼，可以讲平时技巧摆的哈。你讲你那只有细细粒的啊，吼，个拉起落去的吼，最像系风炉发射嚟做嗰样吼。就像唔提话创的吼，我以前的声音哈，提吼。但是咧，他唔會哦，然後咧非常嘅亮突。你講咧，客家話就講on the long tail，嚇。咁台灣唔創嘅呀，最主要嘛，四季八節地方呢，你注意一開始間可能有啲緊張，再開始間人生流來，你嗰啲嘢就玩戲，誒，戲放哪有哦，然後後邊戲就我走整體嘅。但後邊又唔會哦，後邊又嚟到轉來哈，可能家嗬還出神啦，係咪真於狀況係啊？嚇，嗰年有個語言嘛，嚇，語天語機啊，天語機嘅第四集是語言嘛，大家有言嘅人都後邊嘢大言就唔拉大，嚇，因為就起咗無拉足嘅創下去，結果來咗壓題。嗰邊嚟用嚇，你哋但是歸屬國嘅生意嚟嚇，行當順利啦，希望你哋嚇，以後呢係要機會就繼續加油嚇。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來。看一下總分妹嘅分數。好。係咯。分數嗰條我哋。可以，係啊，某一天，邊個嚟看後半樣辦？做得嘛哈？哎呀，哈，平常心，好平常心啊！你要面看有人，看有人冇像平常心，不要緊張嚟啊！係啊，見來見進步嘛，哈，挑戰起㗎，應該有機會啦，有機會，好，先坐定下，坐一下，等候休息，好嘛？好，也可以哈，也可以哈。先準備讓坐，好。係啊，可以啊，可以了。哎呀，我看電影可以培養健康經驗。見係真係有些嘅艱苦嗰種感覺哦。哎，比賽主人嚟哈。比賽人用。好。沙來。沙來陳里面帶來三個字。嚟，騰啦。山歌柳從那後啊，悠悠流涼啊，四季雲流煙，山愛流江啊。人家個事業又做得很好，又賺很多錢，人家冇去買一度件呢嚇。冇啦，嚇冇啦，冇嗎？只有台北一間嚟啦。哎呦，哦，台北有一點哦。花蓮是工廠啦。哦，工廠嘅花蓮地該種好冇嘛加起來。哦，但是只係會個土地啊，個咁樣不得了。唔過唐講陳太高啊，條來創業嘅時間讀到幾年咧？係啊，我讀咗台北㗎嗬，我讀創業嘛嗬，都做生意啊嗬。做生意嘅樣子。我做果汁買賣係。哦，菜對。我是下游。
我的上游工厂那个批货来卖啦，批货来卖，甲某马签哦，看到我讲批货就该仓储啊，就办公室嘛吼，我就看到伊见个要留下惩罚，有个当家己啊吼，我就到个朋友讲，个见某我当家己呢，某签我卖呢，哎呦，去跟办讲讲，唔吧。该自备讲，咱去出啦。投资你嘛？自备干嘛呢？对啊，你讲个，讲个就要讲，后面的140万呢？我说后面还有140万，唔怕，我偏就走台数嘛，做代书啊。那你就过户，帮你抄贷，帮你，他帮你办贷款，办过户，然后可以贷款嘛。过户过就做你退款嘛。对，用嘛，你。过户甲签人万几好咧，签退出来两万几啊。上班嘛同加个问题啊。所以甲我就将某饭店签哦，就卖跟不起来做生意哦，你的起家处就从嘞。以前好，根本系啊。所以讲，既然爱最好的贵人呐，所以你存款哟，会去贵人呐。对，贵人同。就跟比较有关。你若冇嫁若冇基啊，你也嘛冇该进步啦。真的。给多年前。民国73年，73年250万一多平，我卖2件了。2件，这两是2件它50多平啊。加起来50几平。对，50多平。6号1楼了。那现在还在吗？还在啊。还在啊。对。没有卖掉。没有。屁嘎我。屁嘎我。起家处。哇，那现在卖掉应该不得了了。现在那个价钱，应该是个都根的，那个都根的。都根啊，都根，4000平啊。哦，都跟关系呢。哎呦，按用情感通人呢。真的。假使讲人生在清代的时间，都按用个对啊，所以你出外靠朋友啦，一生要碰到贵人啦。真的。被我师公人家没亲厚，他信任你，我那有可能家人都钱。73年时间。我在做上游做个生意，做转件的请多，我给他买那个糖啊，个汤啊，一张也了100万啊，100万的资金啊，这样不要紧。那个100万给你欠到你下个月再还我，哇，就是累积100万之后才付钱而已。所以我们出外的，然后碰到你也都聊到人了，就懂，容易转过呀。还是你脸上就写着老实人还是什么？没啦，你可能你身体有那个基础啦。哦，你相信佢有发展啊，做得发展有看到佢努力啦，有能力万几啦。真的有规划，有计划，贵人总重要。真的，难得。这个希望他咁样做得出外哈。哎，要做得赌到当到贵人上，赌到好人啊，好人好，好，从此嘞，抢球啊，请上公平哈。2010创国模双礼拜硬旺的咧，有贵金的哦，年轻老师啦，讲老实话，你今日创国双礼拜有人讲，个强从人要注意，唔要习惯人命，你习惯人命，唐人强不太平。你创咯，隔壁个叫金配咩做唔得吼，所以创过像阿翁，那真啊佢创过佢紧扣个出来冇咁简单，你学习面都创出啦，讲老实话，得啥都有，有缺点，但是你要 keep 住你的创出，你个人会进步哈，你就慢慢的进步嘞哈，但创过人个压力唔是安太啦。大啥都讲啦，阿别睇时，向年就现啦，包括你一家，你现在到已讲紧熟啦，你上年就会熟嘛，不用强松来唱哈。但是你要记责任，要注意你的待人哈。事情润言上爱讲哈，那个属于你没有责任么哈，办爱菜，好像米脚，润米脚，润油重强。你個大人哦，你要學習哦，你大人係可能冇講懂哦。像嗰雖然你嘅人物英語哦，輕寬，你像佢樣子主持人裝嘅佢人物輕發，你樣板係樣樣，你冇一種講雙禮拜裝嘅，人哋帶裝嘅，人哋帶家人咯，帶住大人你就注意，你大人帶唔下啦，你後邊先走出來。即可能說唔該見嘅所在，嚇，所以你繼續加油。好，好，看一下禮拜有雙禮拜用嘅90幾分嘛，好來，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好，哎呦，咁樣嘅，咁到嚟哦，90分呢，恭喜，
闺女又多，还有俺们唱歌的，又在体育案发，哎，那人生胜利组真的太好命了，对啊，太好了，太好，哎呀，又退休的，高青天路嘅神法啦，好嘛？人生做安尼，安尼多加年纪啊，做得呢，欢欢喜喜唱歌。唔做得啦，唔做得啦。希望啦，希望啦，好嘞，沙下來，沙來去做新婚帶來羅山歌。對，彈完啦。世間富貴，按國規哈，係啊，一唱跳嘅國標舞嗰種感覺。哎呀，係嘛？好誒，哎呀，你講啦啊。有哈。所以按落啦。冇真。那有講落。而家以前當適合做嘅呢，按落誒。梅艷婆嗰種感覺。做兩個。做兩個啊？哦，真的係哦，哎呦。啊有離婚嘛？親好，表示講有口碑哦。唱跳嘅國標舞嗰種感覺，係嘛？好誒，哎呀，係講啦哈，有哈，所以按落啦。冇真係。那有講落。而家以前當適合做嘅呢，按落誒，梅艷婆嗰種感覺。做兩個。做兩個啊？哦，真的係哦，哎呦。啊有離婚嘛？親好，表示講有口碑哦，做得親好。做得親好。誒，新婚記些時間咩係副下係做田詩嘅人嘛？係耕田嘅。哦，耕田嘅哦。些時間會種牛啊樣。種牛割草，割草。種那隻牛，又隻聽牛。種牛割草，真無閒呢。係啊，我副下嘅牛真乖。哎呀，我北上去騎嘅，唔會用辦呢。哦，真係啊。係。哦。主要你自家曉，係唔曉嘅係嘛？咩？我爸爸。哦，我爸爸曉嘅。我爸係。啊，就係種牛安樣，啊慢下去，啊就做田詩安樣。係。哦。其實我也冇講清楚啦，因為爸爸媽媽要親相愛。雖然我耕田嘅，唔講我唔要過步，咩唔要私田。哦。幾多兄弟姊妹啊？有一個阿哥，一個老太。哦，
就散洒听听哦。哎呦，哎呦，算一首呢。哦，冇一度啦，俺娘不敢牛诶，学去多只。一张。一张牛。哦，好了，冲出来，哎，OK，好，冲出来，来，冲出来，抢归欣赏的公平哈。非常有然哈。上礼拜朱新文是唱歌就係愛嚟講片啦哈。上禮拜你唱嘅歌，我要講你幾條哈，全部古代人冇講做得當明顯。我今日唱了羅山歌哈，是改天的當多哈，彈起來是一順一後彈啦。今日唱了羅山歌出來，我聽講娛樂人的各方面全部當好英文啦哈。我肯定有多少意見講，共同來為講我哋唱歌嘅技術、體現嘅問題來互相來探討看啊。羅山歌有當到唱法啦哈，全部432啊、432各方面咧，講緊唱腔冇關係啦。你是唱432嘅歌哈。我感覺講哦，係咩聽一句、聽四句，兩隻是後背，個氣勢冇加哈，像個人子了大兵啊，兩隻是後背有隻氣勢，兩隻後背有隻氣勢，係咩對我哋歌唱嘅流暢度，有多少影響？係咪講人子？係用那轉腔轉音路人，係咩為好談？大家都互相探討啦哈。應該聽一句啦，提示佢嘅每一咪收音嘛，我是要感覺咯，唔多難，唔少係嗰種問題出來哈。希望你材料方面來加強，你先至會很好哈。好，謝謝哈，講我嘅建議啊，哈，來看一下分數哈，看一下主新款嘅分數。來，恭喜，繼續厲害了，好，恭喜啦哈，好，我哋先再俾兩場，謝謝，好，來沙落去，沙落去主家傾帶來評判，談完啦。上禮拜有講佢欽定蔡李先生。係啊，唔過蔡李帶主動呢，唔帶那片。係都基隆啊。基隆嘅片，按樣樣辦好。
加入大礼拜视察下伊足动。哇，还有西门啊！对啊，就糖都好，糖上爱好啊，就爱有时嘛。难得有刚好也有时间啊。也算没退休的啊。一般啊，交给儿子了。然后我们从旁协助。做嘛条路？资源回收啊！资源绿能有广告对环保公司要动我船，无啦，以前俩钱难赚，动油好做就无钱赚。我问的啦，问听的啦。没问慈济熟的人家，其实也没慈济，反而来交给我啊。哎呀，真的吗？他们慈济那个是环保站收一收就来卖我啊。他们不是会交回去慈济？没有了，他们整理完以后才卖。对，他把它整理好之后再拿来我们环保。垃圾变黄金，对啊。黑暗的哦。哎呀，黑用嘅流程。不過先要錢呢。嘿。當禮拜呢，一禮拜下一多拜。100多點鐘。基本上是2个鐘頭，但是彩麗老師他都不 care 不計較，他有時候他有空4個鐘頭5個鐘頭他也教我。我沒有用高呢。他那麼閒哈。但是我每天在家里，我现在買一台那個歌唱的機，我自己練，然後就錄給彩麗老師聽。溜起來，哪裡要修正啊？有咩封邊啊？覺得好多年，講真的，糖友是一有淵咪的，淵咪是一好。係啊，對客家傳統的咩，係流行的歌咩，有興趣。彩麗老師他也有交代啦，他說。如果往後有機會，各大名師，你有機會都可以去拜他。對，多吸收人家的。但也不要太多，會亂掉。真的吼，個個先生有個個先生派別，嘅派別。我聽佢技巧啦。所以請適合唔的啦。是。這個就像打高爾夫。欣賞咩要欣賞演哦。對啊，打高爾夫球一樣啊。你比如一個老師教，跟10個老師教你打不好。我會嗎？會打不好。高爾夫球會有冇共用嘅？對，每一個老師的姿勢什麼打的感覺都完全不一樣。有真差啊！高爾夫球太高端了，我沒有。對你這個再做一請啦，請適合唔嘅，比如講請西拉啊，可能麥嘅，對，就做得。你衝法可能冇共用啊，假使講有興趣嘅話，有興趣就繼續來研究。好，衝出嚟請民族先生嚟公平下。好，嘉慶先生哈，千難得嘅好多人，做的是我都按章，對，主張強人，主要是講你聽小心都嘅創嚟，嘅潤冇按人聽啦，但是還係有進步嘅空間嘛，表示講你要認同我哋客家。讓願意來學嘛，讓用心。每禮拜呢，基隆都做動嘅，千難得。他把他搶高那女先生啊，佢南門人啊，佢9年嘅強頭就冇強咗咧。因為我哋5年家嘅生活人嗬模擬按過嘛，仲係會大量責任，用人所以係咧來搶高南門人咧老師來學，按做得學到行得好，用人，希望你繼續嘅努力，加油！哦，是大衛先生好動針，看到先來味，我等下用儲錢嘅。好，我來看一下佢嘅本書啦。哦，看一下朱家慶嘅本書。唔可以自然掉下來了，我叫你阿燒了，掉下來了。結果係面外外。哎呀，你阿張燒出來，你阿張要燒用佢。哦，有辦了，有辦了，下禮拜繼續變，加油哦，好冇？佢原味你創得好對喎，哦，但看南邊嗱，因為好多年嘛，對哦，係啊，但是可能就要較好。認真練習啦，係嘛？好，安子姐，多謝，謝謝合作休息，好，安子姐，多謝。好啦，撒下來，撒來，來煙停帶來路3個，彈款啦哦。
用米神功了。不会寒嘛？不会寒，不会寒哈。哎呦，还有嗓音应该还好啦。应该不会做的啦。我刚刚一直装外套。哦，真的啊。我被我延长了，给外套脱掉哎呦，哎呦会嘎粉嘿哦。对啊，这个有时候你什么爱睡唔惊流鼻水。爱讲。我多巴胺穿搭。哦 ，OK， 多巴胺穿搭法，多巴胺穿搭法，哎呦，多巴胺穿搭，哇，两个有上瘾功吧，很嗨哈，哎，前一阵那张 T 100出轨了，T 100出轨，去越南。哦，哎呦 ，T 100因为我走去越南，要明越南以后啊，因为朋友啊，就一起包团呐，哦，叫他出轨。就成团30幾3年。哎呦，很多朋友叫阿姨，係啊，全部後生嘅啊。冇，男女老少都有。哦，都有哦。你跟團去啦？係跟團去，但團都是認識嘅人，係啊，認識嘅人，自家出團啊，學教嘛，學教，按摩，粵式按摩，哎，在台灣輕貴呢。没有啊，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粤式按摩嗰種啊，就要用踩背啊，係啊，哦，去體驗嗰片嘅按摩，哦，現在台灣好像目前也當流行。有啊，輕貴就會講輕貴啊。唔係，好像1點鐘洗一擺張前兩元樣啊。那用輕貴好冇？洗頭拿。我幫你挖耳朵，什麼全部的整套，整套呢？台灣要1800， 1800，越南的話。台幣1200就做的哦，真的哦，啊有摩擦青豆呢，摩擦青豆。你去应该人家会不会把你认为你是越南人？不会啊，不会，越南人他出来的呀，越南人小小的，皮肤白白的，一讲啊，不太会。哦，你来帮我按摩，越南的谢谢就叫感恩呐。感恩呐，对，感恩呐，新加坡这样。哦，韩国音后高呢，连他青岛音去给偏高。对啊，就像3姐跟那个7姐一样的道理。哦，冲出来啊！好嘞，好，抢占欣赏公平哈。来小智哈。欣賞好。今日創嘅呢，比上禮拜啊，可以講差動多。因為上禮拜創嘅平板嘅哈，可以講出條路。韓國人嘅聲音一條啊，樹音拍唔到條。今日創了老成歌哈，雖然講也個方式了一般了創嘅吼，冇乜嘅腔樣，有條係2-5，嚇，我4-3，我2-2-3，嚇，因今日在天機家人生套路嘅路啊，人生套路那個地方哈，你轉一堂都啲轉走音睇嚟。啊，係，注意啊！但是唔係清太嘅噪音，伊犀利啲。但是以後生嘅嚟講，一年咧唱我一樣嘅長度嘅嗬，啊可以講出太當難的啊。尤其係唱啲下練到啲下，所以講也聲音好也好，各方面都啊收放自如啊。所以講非常嘅好啊。喺嗰邊咧貼起來讓人加油嚇。個咧喺呢邊咧揚米成功千微風，揚米冇。台灣嗰邊就超常嚇，你就用研究過木米冇米嚇，嗰個呢因為你寫了啦，有啲人嘅陽痿成功，嗰啲就講到陽痿嘅戲啦嚇。但是一般嚟講，你做人家木米冇米，所以就要錯嘅希望加油啊！好，先生，衝出來空腹輸了唱裡面太多，因為唔用啥了。從禮拜2你聽少咗幾個係啊，有人爭邊面100啲咯。一關哦，用一關哦。好，聽下來看賴燕婷嘅盤數。那年老已共下過一些。媽媽是中13年的峨眉山上嘛，對對。修煉。不是美，不來就待那個那個不能曬的。峨眉鄉的山上啊，新竹那個中國大陸那個山上那邊都就是有
隔壁邻居什么的？叫做动走水嘛。哦，对啊，因为我叫做凌晨3点半红冲啊，下晝我媽媽是咪行山啊，然後到11點吃午餐，然後下晝3點晚餐，哇，5點睡覺，哇，這樣就說是多山上啊。馬勒寬來煙挺嘅朴樹。沒有出鏡過，恭喜過關的咯，米面成功，用就米面兩關咯，恭喜燕婷。老年音樂會，哎呀，今日喺節目當中啊，嚟到一位來賓啊，係你老年大擂台千頭前那個20冠的冠軍。哦，20冠已經以前了呢，一開頭的時間啦。哦，真厲害哦。懂厲害。關注做體以後啊，致力發揚你客家文化。哎呀，係真。帶人家樂團去世界各地去表演，那去表演，基本要帶幾個新嘅作品來到你嘅節目。新作品啊？新作品。哎呦，難怪會來哈。當然啦，哦，冇意難哦，係冇。哎，你依家請好嘅平台啊。對，啊，先嚟聽佢唱歌嘅哈。啊，等下好啦，訪問佢，來歡迎一位鍾鳳儀先生。相知相愛相隨過一生，永恆的愛喚醒了紅塵，感情路上越來越真。愛年老你共下過一世，風風雨雨流年不分離，莫非你共一個相同，真相帶來不容易的緣分。愛年老你共下過一世，咿咿呀呀永遠不離分，送送對對看天當世人，愛到你係最幸福嘅你。相愛相隨過一生，永恆的愛喚醒了紅塵，感情路上越來越真。愛年老你共下過一世，風風雨雨流年不分離，莫非你共一個相同，真相帶來不容易嘅緣分。愛年老你共下過一世，咿咿呀呀永遠不離分，送送對對看天當世人，愛到你係最幸福嘅你。愛年老你共下過一世，風風雨雨流年不分離，莫非你共一個相同，真相帶來不容易嘅緣分。愛年老你共下過一世，咿咿呀呀永遠不離分。
送对对欢天大圣呢，爱老你是最幸福嘅你。帅哥美女哇，有见到啊！但是真的冇看到，系咪？再次见到那哦，发现那作品出来啊！这个写的创作有看过，主要条下嘅条歌嘅系嘛？哦，我写西数4条歌嘅，冇发行实体嘅 EP 哦，还没有，还没有，我是想到6首的时候。哦，6条歌嘅时间，那就是迷你专辑了。对，还没找到金主。哈，对对对，是家去做的制作咧，佢哋有制作的能力啦，系冇？没有，要做成那个实体的话，还要花一笔钱啊。不用，我们 Andy YouTube 走的，3000。哦，不用串流啊，数位发行就做的。现在各个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嘛，就谈得到。YouTube 当红有标嘛？啊 YouTube 有标嘛？也有公司有人讲，有人讲哈，所以歌已经录好诶。样影像係蠻跑步嘅，有才討論就出嚟啦。不過作品先出來吼，樣向部分用辦表現上嚟講呢，重點係新嘅作品啊。係啊，一係T多種嘅咁嘅作品。T3數。T3種嘅。數呀 T3種。不是，創作歌曲的話是我是做了4首。哦，4條歌。4條，對。啊，之前有出過實體嘅。有 CD。有創3個嘅客家流行歌，可是應該唔係我嘅創作嘅東西。哦，創作嘅係第一擺就出咧。古時候條下嘅條歌嘅就會欣賞自家創作，係流行歌嘅呢，咩唔係傳統嘅歌嘅哦。哎呦，用我有想法嚟做下種歌。自家嚟做歌嘅。因為你數過，我是想講，你當到唱歌要版權嘛，我是想講啊，乾脆莫講，你都拜託你來簽啊、同意啊，所以都做自家東西。哦，自家創作，自家寫。係，佢所以那麼安尼表演咧，做商演嘅時間，做唔是在付錢。就是創自家歌嘅哦。對啊，對啊。哎呦，你要版權按貴，你要版權按貴。你要版權，嘿啦，算嘿，這也是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嘛。也是啦，也是啦，但是就是你看，你會覺得說，好像那個唱片公司很缺錢。因為現在所有桃竹苗地區哈，那個唱片公司他都會派人哦，有任何活動哦，一唱唐貢係暗用啦，唐貢係啊，30萬，對，他就是任何活動，他都會派人去那邊盯場哦，嚯，抓到了，衝啊各位，然後就告你，然後就侵權的。其實有上是講好沒以後啦，係唔係吼？你自家有作品出來，假使講太自家，你可以用合理的價錢，哦，本太自家分享出去。沒有，我做兩個，我沒有說要用賺錢，因為是想講，因為我是想講，你客家歌，我們要把它提升，所以講，莫講唐人是從因，一聽就說啊，要客家歌。就我要讓人家感覺到說，你要數過新嘅時代嘅變化嘅歌，唱歌你係客家嘅歌，就是我要讓人家知道說，哎，這好像冇聽過嘅歌啊。對啊，唱來的最近都不會做到商演，迄個有創到便宜嘅歌，也係創以前嘅歌誒。咁樣好像同個主辦方叫我去簽嘅，你吃。搶一條歌有青島單位哈，去買嘛。冇搶要版權。這一條可能前兩元，因為你有先告知他。是。對啊，但是就是客家部分咁有亞種嘅嗰啲詞曲嘅團體。就我們可以先打電話告知說，我可能要唱你的什麼歌。MUST 嘅。有啊，應該有嘛。有，可是要最麻煩是講你要簽個。那個同意書、授權書，我這人很懶，我不喜歡，乾脆自家走。自家下面以後啦，這也是一個動力嘛，哈，就有自家作品出來啊。對對啊，根本要按你衝出來，按你觀眾朋友談到，有一條歌以後莊鳳如老師唔是強。你說親要哪一場？對，對，我也不用說，大家多多傳唱就出來啊。還是要告知一下。對，可以告知啦，打電話哈。共一發親，共一發親後啦。但是打電話的時候要記得要錄音哦，哈。
有凭有据的啊。我俺没阿演的。啊没啊。就俺前后所讲，让你客家歌有冇说提升？像俺做了歌，俺会强音弹，啊，从国外啊，从几多全部有弹过，俺一定都叫我说，哎，这个很棒。哦，真的哦。这首歌的故事情节嘛，就是要出国的时候，因为我常常都看到一对夫妻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吵吵闹闹而分手。所以说我从让老公跳过是为了，也很多事情为了口角啊，就是会闹别扭，说我们久了，我爱声音全部按台的，就是会熊动豆，对，会熊动豆，熊动豆有点像给熬那一种感觉。没有，我比给熬还好。哎呦，对，因为我们是那个，就是到老的时候，双对，就是一起，小孩子都大了嘛，那时候去游山玩水啊，晚上的时候看星星啊，就是让人家做个最羡慕的周盘一神隐啊，对，一个意思啊，哦，哎你算迄汉语版给熬的 Plus， 他这个比给熬还好，哎呀，就讲 Plus 版啊，就加强版嘛。最近有点磨合嘛，搿东西。最近是因为最近是我爸爸刚离开，好，所以说我从是因为妈妈是从13年的峨眉山上嘛，然后我怕她，因为她会跌倒，对对。修炼不是不能就待那个峨眉乡的山上了哈，不是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因为我刚开始去住的时候，我真的动不管，因为他们记得生发让爱生发完全没空了。他用他对，我为了要陪妈妈，让她度过那个悲伤时期，所以我都还好，我不看运动机器啦，就是说陪妈妈这一段时间，对，因为不然我怕她跌倒。有次又摆动离谱，是因为我出血的时间走水转来，就看到我妈妈就拿着我爸爸的那个相片，就梦游都弄不起啊，真的哦。哎呀，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在干嘛？叫给妈咪的。哎呦，对，所以说我很害怕。哇，那有点像，那你叫你妈妈骑车啊？哦，他没骑车啦，他有方向感。哦，像那个不老骑士有没有？哦，要载着他老婆的照片。对啊，哇，环岛。因为我妈妈唱讲爱美音啊，不是人。因为我生发到给生发时间没空了，从因为我最近有攻硕士嘛，然后我写给老师的功课啊，还有出国的事情，还有活动。乐团表演，还有编曲，又录音，所以说哇，青头事情呢。所以说，俺妈妈红超的学生还选梦时间。哇，欣赏蜡烛两头烧哎，不可爱事情会不会事情全部都按斗。在这个过程啊，还是一定要陪伴啊。好起来走起来，全部都去改。山上那边都就是有隔壁邻居什么的。记得动走水吗？哦，对啊，因为我记得凌晨3点半红冲啊，下午我妈妈是为夯山呐，然后到11点吃午餐，然后下午3点半晚餐，哇，5点睡觉，到山上，没有，我特别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年宽一条，特别爱不卡有么哈，整装，就我家的灯是亮的。连狗都没有，连狗都没有，对，狗都回家休息。就因啥在做谁啊？有还有，抬起来全部也困了。我那天也是到山上去想要这个修心一下这样子，但我后来晚上睡不着，因为不是都一直听到那个狗一直叫，摸啦，是狼叫还是狗叫？我听了大概3、4次，真的哦，又来了，该黑动山当啊，哦，动山当，没有，我也得盖路哦，盖路风还有，哎，老师来不止给他那个流行歌曲唱得好，传统歌开玩笑来这里没有弄一下，你是管内关注呢，拜托一下，冇冲一下有冇做对啦，对吧哈？其实都带来传统的歌诶哈。好啊，好哪一条歌？客家手条。哦，上山采茶，上山采茶呀。后堂来的堂看啦。
哈。转音较多啦，转音较多。因为我耶稣哥系赖碧霞老师赶快从，因为那主要老师从个还可能。自己觉得转音不够，又才够他给多转。哦，你同行上就是加强就出来了，转音转很。所以赖老师叫我讲，你要学上个编钟。因为我一直跟他创作，想要过一种那会一种气感风格。可是线上讲给做接受啊。对啊，因为讲真的，迷上也充分梦中央啊。对呀，因为讲你那个诠释的方式。所以我一创作，他讲哦，你系装红如床。哦，那梦中央的感觉。有一个特色啦，系嘛吼。我上个唱到欣赏讲，因为传统的歌都唱得清楚。唔过上个来创作客家流行歌嘅基言系嘛？哦，对对。系嘛？你要熟悉最感谢我的欣赏，就是钟祥清钟老师，他是弹贝斯的。哦，弹贝斯。对，他是音乐老师，就实用的音乐就。然后他一些创作，像林展毅老师的创作也是他在编曲的。哦，也会啊用哦。鼓手就有青岛嘅很多面向，在流行歌的地方。对，因为你也走流行歌，你要摆脱你传统的有冇哈？你一定要去做莫讲。他说你莫讲一直沉浸在一直弹客家流行歌，你也都弹全世界的歌，你去。先模仿没关系，然后慢慢走出自己的东西。真的系啊，你还见来见到啊，有的会传统歌会做基础诶，加音某共用嘅元素的东西啊，爵士乐咩好啊，从金钱风烛欣上面有做就是我嘅，哦，给他反正就有一种新的专辑，爵士乐专辑加上凤珠老师的歌声，所以说从爱创的是雄壮的，雄壮，就那个从黄梅调。远上寒宵，就我喜欢唱的，有一些那种男角的那种声音，魔音从什么诶？你的那个声音是比较有英气的。对啊，因为以前啊有郑荣兴郑教授他的体伴有没有？我做那个小蛋后，他们笑到快生。哦，哎呦。因为我太像腿长，不是那个有一个怀孕的有没有？他直接骂我，他说如果提早生的话，我找你。哦，因为佢讲喺夯路洞从谁来呀？根本冇从。讲人家冇从你上到一强啊，做俩旗袍俩东有在改变。哦，就是他女儿生男人心是不是？从乜嘅形態過去就乜嘅形態嘅表現都知道。嗰種感覺就出嚟。對啊，所以你平常係冇？帶演出過去撩嘅？有啊，去表演啊！你還有帶團哦？有，我自己本身有樂團啊。樂團啊，去表演啊！你不是那種帶旅行團？沒，帶樂團。帶樂團去表演啊！係啊，從今年是去柬埔寨、越南、菲律賓。哎呦！柬埔寨創無慢演堂。有客家人，客家人啦，哦，俩有相片，俩係哪一片呢？這是那個菲律賓的，哦，菲律賓嘅，哦，這也是菲律賓表演，平庸係菲律賓嘅，就是在那個柬埔寨嗰片，台商協會，對，台商還有客家協會，哦，俩就係鳳音樂團嘛，衝嘛，馬來西亞也有，有，然後10月去歐洲嘛，然後11月底要去馬來西亞。哇，哇，怎么那么好？好羡慕哦，还要去歐洲呢。不羨慕啊，好累啊。好累啊，因為我一直在改，就是我到哪位表演的地方的曲，我一定改過。哦，還要改編。對，然後音樂。大拜都說共用哎。唔係，我音樂的曲風全部都改掉。老師，你很喜歡讓自己累。我就改了5個版本。賽馬。我就改了5個版本。賽馬嘛，賽馬。噠噠啦噠啦噠啦，有沒有？我們老師演奏一下賽馬。賽馬。哦，有點像那個。對啊。跑馬那種節奏。對，要當賽馬。哦。對。哦，我們有挨演的技巧，改了5個版本。哦，這個有可以這樣子有不同的，因為音樂的曲風，我都一直在改。哎呦，哎，有沒有以後搞啊？對，唔會大拜都表演共用嘅。沒有，我有時候會加一些新的驚喜，鑼鼓啊、馬叫聲啊，那個還有銅鑼啊、叮叮咣，還有風鑼框。這次把改編成那個，就是有點像那個
很大的一个团，有没有？就是像爵士的那种，我们改编成那种版本，把它改成那种。哦，很厉害哦，很厉害哦，很挑战自己耶，是让自己挑战。所以我妈说我不是人，这是一种赞美。不是。好啊，那再带来一首歌啦。哎呀，今日有落俩新嘅创作很油嘛，有。对，南河一条新嘅创作。就是因为本身动好唐诗宋词，所以说我想说，你。唐诗宋词很多都全部你哈嘎音，记走都有的七唱诗来有，然后那个我就想说，不然你动都会有声音啦，你配起来嘛，我们用唱的方式，用唱，然后给配起来，又有用很动这样的一个旋律去唱。哦，来听听看，弹看啦，好嘛，来云送看啦，好来。江枫渔火对少年，古树上爱看山寺，夜半钟声多好声。从前明月光，你似一双双，回头望明月。抬头思故乡，月落乌啼送满天，江枫渔火对少年，古树上爱看山寺，夜半钟声多好声，月落乌啼。送满天，江枫渔火对少年，古树上爱看山寺，夜半钟声多好。